說到長壽，世人莫不心向往之，然真正能得享高齡且康健者，卻又寥若晨星。我山金老人虛度81載，雖不敢妄稱已窺得長生之堂奧，但數十年來以殘病之軀行走世間，又兼潛心鑽研儒釋道三教典籍，對易經義理略有心得，於養生延年之道，亦算是有些從實踐與書本中得來的體會。今日諸位既不嫌棄，我便將這幾十年的所思所悟，毫無保留地傾囊相授。這篇文章我不設小標題，也不刻意分段標目，只求如行雲流水，將心中所感一氣呵成地與諸位分享，願能對諸位有所啟發。我時常對前來求教的朋友說，世人求長壽，目光往往只盯在肉體之上，尋求靈丹妙藥或是奇特的功法，這其實是捨本逐末。長壽的根本不在於肉身的強健，而在於心神的修養與安頓。心若不寧，神若不正，縱有千般寶品、萬種妙法，亦如沙上建塔，根基不穩，風一吹便倒了。我為何敢如此篤定地說這番話？因為我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。我年少時因一場疾病導致橫置脊髓、灰白質炎，從此半身不遂，終身與輪椅為伴。諸位不妨想一想，當年我正值青春年華，本是意氣風發之時，卻突然遭此巨變，從一個健步如飛的青年，變成一個連起身如廁都需要旁人協助的殘疾人。這種打擊是何等的沉重！倘若我那時心隨境轉，終日以淚洗面，怨天尤人，覺得天地不公，命運待我太薄，恐怕我早已在抑鬱與憤懣中鬱鬱而終，斷然不可能活到今日這把年紀。正是因為我懂得將這副殘軀視為修行的道場，於絕大的困厄中磨礪自己的心智，將痛苦轉化為對生命更深刻的體悟，方能於看似絕望的處境中開拓出一片屬於自己的廣闊天地。因此，若要談長壽，第一要義便在於養心。心要如何養？首要的是求一個靜字。這世間的紛紛擾擾，名利場上的你爭我奪，人際關係中的是是非非，猶如塵埃，無時無刻不在擾亂我們的心湖。心湖一旦起了波瀾，便無法清晰地映照出事物的本來面目，人也會因此變得煩躁、焦慮，做出錯誤的判斷。我常引用諸葛亮在《誡子書》中的話：非談博無以明志，非寧靜無以致遠。靜才能生慧，靜才能讓你聽見內心深處真正的聲音。現代人最大的悲哀，就是終日忙忙碌碌，像一隻永不停歇的陀螺，被外界的鞭子抽着轉，卻從未停下來問過自己究竟為何而活。我因為行動不便，反而因禍得福，被逼慢了下來。我坐在輪椅上，看日出日落，看雲捲雲舒，看街頭行人匆匆而過，心中反而生出一種旁觀者的清醒。慢讓我得以沉澱，靜讓我得以思考。諸位若想在紛繁的世界中求得長壽，不妨試着每天抽出一些時間，哪怕是飯後半小時，放下手機，關掉電視，閉上眼睛，什麼都不想，只是靜靜地坐着，感受自己的呼吸。這看似簡單，實則是養心的基本功。養心的第二個要訣，在於求一個寬字。心寬體胖，這是老話，但老話往往藏着大智慧。心寬就是要有包容萬物的肚量，不與人斤斤計較，不為小事耿耿於懷。儒家講究仁者壽，為什麼仁者能夠長壽？因為仁者愛人，他有一顆寬厚慈悲的心，常懷助人之念，便能活得坦蕩，活得光明磊落。孟子說：吾善養吾浩然之氣。這浩然之氣並非什麼玄之又玄的神秘力量，
用現代的話說，就是一種正直坦蕩、充滿正能量的精神狀態。一個人若是問心無愧、俯仰無憾，他的精神面貌必然是昂揚的，氣血運行也必然是通暢的。反觀那些終日算計、心胸狹隘之人，眼中只有自己的利益，見不得別人好，遇到一點挫折便怨天尤人。這種負面的情緒會嚴重影響內分泌和免疫系統，各種疾病自然會找上門來。我主持廣東廣西節目10多年，接觸過形形色色的嘉賓和聽眾，我發現那些活得長壽且快樂的老人，無一例外都是心胸開闊、樂於助人的長者。他們不會因為年輕人一句無心的冒犯而氣惱，也不會因為生活中一點小小的損失而懊悔。他們像是大海，能夠容納百川，所以他們的生命也像大海一樣浩瀚而深遠。養心的第3個要決是求一個平字，平是平和，是平常心。易經告訴我們，宇宙萬物都處在永恆的變化之中。盛極必衰，否極泰來，沒有一成不變的事物。人生也是如此，有順境就必然有逆境，有歡笑就必然有淚水。明白了這個道理，我們便不應過分執着於一時的得失。投資失利了，不必捶胸頓足，因為這可能是下一次成功的教訓。與人發生爭執了，不必記恨於心，因為緣聚緣散本屬平常。我常用義理來觀察世事，深知禍施福之所以，福施禍之所伏的道理。當你春風得意的時候，要想到可能潛藏的危機；當你身處谷底的時候，要相信轉機就在不遠處。有了這種平常心，人便能寵辱不驚，看庭前花開花落，去留無意。望天上雲捲雲舒，心能夠安放在當下，不為過去悔恨，不為未來焦慮，這便是定。定而後能靜，靜而後能安，安而後能慮，慮而後能得。這個得便是身心的和諧與健康，便是長壽的基石。佛家講看破、放下、自在這6個字，與我上面所說的靜、寬、平有異曲同工之妙，而且更加直指人心。看破不是消極的逃避，而是用智慧的眼目看清世事的虛幻本質。我們所執着的名利、地位、財富，在時間的長河中不過是轉瞬即逝的浪花。放下不是放棄責任，而是放下心中的執念，不再被外物所奴役。自在便是在看破與放下之後所獲得的那種無拘無束、逍遙自在的精神境界。我常對前來訴苦的朋友說，你之所以痛苦，是因為你揸得太緊了。你越是緊握雙手，什麼都想要，最終可能什麼都得不到。你若能攤開手掌，讓該來的來，該走的走，反而能擁有整個世界。這是一種很高的人生智慧，也是一種極有效的養生法門。我們的身體就像是一個容器，如果裡面裝滿了怨恨、嫉妒、焦慮這些負面的情緒垃圾，那麼健康的氣血就很難在其中流通。我們必須定期清理這些心靈的垃圾，把它們統統倒掉，才能裝進喜悅、平和、感恩這些正面的能量。道家則講清靜無為，這無為二字常被世人誤解，以為是什麼都不做，是消極的懶惰。其實不然，道家的無為是無為而無不為，是指順應事物的自然規律，不妄為，不強求，不違背天理去做那些勞而無功的事情。道德經云：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這是中國傳統養生學的最高指導原則。所謂法自然，就是我們的起居作息、飲食勞作都要遵循大自然的規律。春生、夏長、秋收、冬藏，這是4季的法則。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
這是每日的法則。現代人最大的問題，恰恰是違背了這些自然規律，白天昏昏欲睡，晚上卻精神抖擻，熬夜上網，工作娛樂。這是顛倒了陰陽。飲食上吃遍了山珍海味，卻忘記了五穀為養的根本。情緒上被各種慾望牽着走，心浮氣躁，難得片刻安寧，逆天而行，雖能逞一時之快，但終究是在透支生命的元氣，是要付出代價的。我常勸身邊的朋友要學着慢下來，要學着順勢而為，這便是我常說的懸崖勒馬的道理。在生活的節奏上，在慾望的追逐上，要懂得適時地勒住韁繩，讓自己回歸到一種平和自然的狀態。這種狀態便是最養人的狀態。談完了養生的根本，我們再來談談養生的具體細節，也就是飲食、運動、睡眠這3件日常要事。首先是飲食，這是一個爭論最多的話題。今天說吃這個好，明天又說吃這個致癌，弄得人心惶惶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我見過許多人過分執着於食療養生，這個不能吃，那個不能碰，出門吃飯要帶上自己的小秤，計算每樣食物的卡路里，終日活得戰戰兢兢，像個苦行僧一樣，失去了生活的樂趣。這又走到了另一個極端，這便違背了和的原則。我的飲食哲學非常簡單，只有8個字：清淡為主，均衡為輔。清淡是指口味不宜過重，少油、少鹽、少糖，減少辛辣刺激，以減輕腸胃的負擔。我們的腸胃就像一台精密的機器，如果每天都要處理過於油膩、厚重、刺激的食物，天長日久必然會磨損過度，提前報廢。均衡是指食物的種類要多樣化，不可偏食。五穀雜糧為養，蔬菜瓜果為助，魚肉蛋奶為益。每一類食物都有其獨特的營養成分，身體需要的是全面的營養，而不是某一種所謂的神藥。我特別推崇少吃多餐的原則，每一餐都只吃7-8分飽，絕不讓自己吃到撐。這樣做既能保證身體獲得足夠的能量，又不會給脾胃造成過重的負擔，讓他們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去運化和吸收。這便是節的道理。我在講易經的節卦時說過：節亨，苦節不可精，節制是對的，可以通向亨通，但過分的讓自己痛苦的節制則難以持久。飲食也是如此，既要有所節制，又不可矯枉過正。偶爾與朋友聚會，多吃一塊肉，多喝一杯酒，也無傷大雅。只要不是常態，便不會影響大局。關鍵在於一個度字，適度便是最好的養生。其次是運動，流水不腐，戶樞不訛，這是亘古不變的真理。人體就像一部機器，如果長期不運轉，便會生鏽、老化、出故障。我因為半身癱瘓，無法像常人那樣跑步、打球、游泳，但這並不代表我放棄了運動，恰恰相反。正因為行動不便，我反而更加珍惜和重視身體每一寸能夠活動的部分。我每天清晨醒來，第一件事便是在床上進行一系列的伸展運動，活動上半身的關節，拉伸背部和手臂的肌肉。坐在輪椅上時，我會時不時地變換姿勢，做一些轉體、抬頭的動作，避免長時間保持同一個姿勢，導致肌肉僵硬。我還會自己按摩雙腿，雖然他們無法行走，但血液循環仍然需要促進。我將這套因地制宜的運動方法稱之為山金養生智慧。雖然簡陋，但對我而言卻是行之有效。我之所以要說這些，是想告訴諸位，運動不一定要去健身房，不一定要追求高強度的訓練。對於大多數現代人來說，最大的問題不是運動不夠，而是久坐。久坐傷肉，久視傷血，久思傷脾。
這是中醫早就告訴我們的道理。很多人一天到晚坐在電腦前，除了上廁所和吃飯，幾乎不起身，這對身體的傷害是極大的。我鼓勵大家，即使工作再忙，也要每隔45分鐘或1個小時站起來走動走動，伸個懶腰，轉動一下脖子，眺望一下遠方。這些微不足道的小動作，如果能夠持之以恆，其養生效果遠勝於每週去1、2次健身房的劇烈運動。生命在於運動，這句話是對的，但這個運動應該理解為一種持續的、溫和的身體活動，而不是斷斷續續的激烈的消耗。再來是睡眠，這是養生之本，是身體修復和充電的黃金時間。我常打個比方，白天我們的工作和生活就像是在消耗銀行賬戶裏的存款，而晚上的睡眠就是往賬戶裏存錢。如果你長期熬夜，只取不存，賬戶終究會有枯竭的一天。我多年來養成了一個雷打不動的習慣，那便是在子時之前，也就是晚上11點前，必須上床睡覺。為什麼要如此重視子時？因為子時是一天之中陰氣最盛、陽氣初生的時刻，此時人體處於陰陽交接的關鍵節點。如果能在子時進入深度的睡眠狀態，便能最好地養陰護陽，幫助身體修復白天受損的細胞，恢復元氣。早晨，我則在卯時起床，此時朝陽初升，天地之間充滿了清新的陽氣，迎著晨光醒來，吸納這股陽氣，能讓人一整日都精神飽滿。現代人習慣熬夜，將寶貴的子時時光浪費在刷手機、看視頻上，這是最不划算的買賣。長期熬夜會導致內分泌失調、免疫力下降、記憶力減退、皮膚衰老，可謂百害而無一利。我明白現代社會競爭激烈，很多人不得不加班工作，但即便如此，也應該盡可能地調整作息，提高白天的工作效率，減少晚上的熬夜。若是實在無法避免，也要在飲食和運動上做出相應的補償，將傷害降到最低。除了飲食、運動與睡眠，我還想強調一個容易被忽略的因素，那便是良好的人際關係。人是社會性的動物，離不開與他人的交流和聯繫。我雖然身體殘疾，但幾十年來交遊廣闊，從學術界的同好到媒體界的同事，再到電台的聽眾、專欄的讀者，都與我保持着深厚的友誼。我主持廣東廣西長達15年之久，每週與不同的嘉賓談天說地，從天文地理談到人情世故，那是何等暢快淋漓的樂事。這種精神上的愉悅和滿足，是任何藥物都無法提供的。與人真誠地交流，能夠開闊我們的心胸，排解心中的寂寞和鬱悶，亦能在思想的碰撞中獲得新的啟發和成長。反之，若是將自己封閉起來，終日獨處，不與人來往，即使身體健康，內心也是空虛和枯萎的。長期的孤獨感和社交隔離對健康的危害不亞於吸煙和酗酒。因此，我鼓勵大家要多交朋友，多參與社區活動，多與家人溝通。家庭和睦，朋友眾多，身邊充滿了愛與關懷，這樣的人自然會心情愉悅，氣血通暢，這便是最好的養生。我又特別強調興趣的重要性。一個人若沒有愛好，生活便如一口枯井，毫無生氣，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只是在重複機械的動作。這樣的人生，即使活得再久，也是索然無味，甚至是一種煎熬。我的興趣極為廣泛，研究易經的義理與卜卦是我畢生的事業，在報刊撰寫專欄，記錄所思所想，是我與世界溝通的橋樑。開設 YouTube 頻道，易經看世界和山金養生智慧，將傳統智慧分享給更多的人，是我晚年最大的樂趣。除此之外，我還有一項引以為傲的愛好，那便是旅行。
我常說我是坐着輪椅看世界的人。數十年間，憑着一股不服輸的勁頭，我走遍了全球400多個城市，從亞洲到歐洲，從美洲到非洲，都留下了我輪椅的痕跡。有人覺得不可思議，一個半身癱瘓的人如何能夠完成如此長途的跋涉？其實很簡單，只要有決心，有周詳的計劃，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。每到一個新的地方，感受不同的風土人情，品嘗不同的美食，聆聽不同的語言，拓寬自己的視野，豐富自己的閱歷，這種精神上的收穫和滿足，會讓人完全忘記身體上的不便，變得更加豁達從容，對生命充滿熱愛。一個對世界始終保持着好奇心的人，一個有自己精神寄託的人，他的心靈永遠不會衰老，而心靈的不老便是長壽的最大秘訣。說到這裡，我亦不能免俗，要談談中醫藥在養生中的輔助作用。我深信中醫治未病的理念，這比西醫的治已病要先進得多。所謂治未病，就是在疾病尚未形成氣候之前，便通過飲食、作息、情緒、藥物等手段進行預防性的調整，將疾病扼殺在搖籃之中。我會根據四季的變化，適時地運用湯水和藥膳來調理身體。春天萬物復甦，肝氣旺盛而養肝，我會用一些疏肝理氣的藥材，如玫瑰花、柴胡等煲湯。夏天炎熱，心火易旺而清心，我會用蓮子、百合、綠豆等來清熱解暑。秋天乾燥，肺金當令而潤肺，我會用雪梨、銀耳、川貝等來滋陰潤燥。冬天寒冷，腎氣主藏而補腎，我會用枸杞、山藥、杜仲等來溫補腎陽。這些都是老祖宗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，非常管用。但我必須提醒諸位，中醫藥講究辨證論治，每個人的體質不同，有寒熱虛實之分，用藥的種類和劑量也各不相同。切莫胡亂聽信偏方，或是盲目跟風，別人吃什麼有效，自己就跟着吃什麼，這是非常危險的。最好的醫生其實是我們自己，我們要學會傾聽身體的聲音，感受它的細微變化，通過觀察自己的舌苔、脈象、大小便、睡眠質量等來判斷身體的狀態，然後對症下藥。若是自己無法判斷，便要請教專業的中醫師，切莫自作主張。談到更深層次，我認為對長壽起決定性作用的是一個人的生死觀。中國人傳統上忌諱談論死亡，覺得不吉利，但死是人生的一部分，是無法逃避的終極歸宿。我們越是害怕它、逃避它，它便越像一塊巨石壓在心上，讓我們終日惶恐不安。若能以一種開放坦然的態度去正視死亡、理解死亡，反而能更好地去思考如何活着，如何活出質量、活出意義。我以易經的智慧觀察天地萬物，明白宇宙間的一切都在循環往復，生生不息。花開必有花落，潮起必有潮退，人有生亦必有死。這不是悲觀，而是自然規律，是道的一部分。看透了這一點，我們便不會對死亡抱有不切實際的恐懼，便能以一種從容不迫的心態去面對人生的最後一段旅程。我常與老友笑談，若能活到88歲，便算是賺了；若能活到90有9，那更是意外之喜。正因為抱着這種賺到了的心態，我每一天醒來都覺得是上天額外的恩賜，自然會倍加珍惜當下的每一分每一秒，活得充實而快樂。這種發自內心的喜悅和滿足，是任何養生功法都無法比擬的。最後，我想用一個字來總結我數十年來所體悟到的長壽之道，那便是和字。易經講究陰陽和合，中和平衡，和是天地的秩序，也是生命的理想狀態。我將這個和字
落實在4個層面上。第一是與自己和，要接納自己的不完美，接納自己的疾病、衰老和局限，不與自己較勁，不苛求自己做不到的事情。我接受了我這副輪椅，把它當作我身體的延伸，而不是把它當作負擔。這便是與自己和。第二是與他人和，要廣結善緣，待人寬厚，不計較，不爭鬥，多一份理解，多一份包容，家庭和睦，朋友友善，這便是與他人和。第三是與天和，要順應自然規律，不逆天而行。春夏秋冬該穿什麼就穿什麼，該吃什麼就吃什麼，該何時睡覺就何時睡覺，不做違反自然之事，這便是與天和。第四是與地和，要珍惜我們腳下的這片土地，愛護環境，保護生態，不暴殄天物，不浪費資源，這便是與地和。若能達到這4個層面的和，便是進入了養生的最高境界。我的數十年輪椅人生之所以能夠苦中作樂，活出滋味，正是因為我始終秉持着這個和字，在逆境中尋找平衡，在病痛中安頓身心，在平凡中體會幸福的真諦。諸位朋友，長壽並非遙不可及的夢想，它不在遠方，也不在深山老林裏的仙丹妙藥中，它就藏在我們每天的飲食起居、一言一行、一思一念之中。與其四處求仙訪道，把希望寄託於虛無縹緲的事物，不如回歸本心，從當下的每一個細微之處做起，調整好自己嘅心態，讓內心回歸寧靜、寬厚與平和，建立起規律的作息，讓身體順應自然的節奏，保持適度的運動，讓氣血流通、筋骨活絡，堅持清淡均衡的飲食，為身體提供恰到好處的養分，多與人交往，培養有益的興趣愛好，讓精神世界豐盈而充實，心懷感恩，珍惜當下所擁有的一切，樹立達觀的生死觀，從容地面對生命的每一個階段。若能將這些看似平凡的道理，真正地融入生活的點點滴滴之中，並持之以恆，我相信你不僅能夠收穫一個更為長壽的人生，更能收穫一個豐盛、圓滿、自在、無憾的人生。